嗱，呢保羅嘅經驗出嚟嘅2個人頭46節，因為到我兜人唔會灰心，雖然我嘅人類日過日為弱嚟講，但係我嘅心靈唔會弱，因為到日過日重新嘅。嗱，呢度保羅嘅經驗幫白嘅侍奉主之時，佢講嘅日過日人類可以弱，但係佢嘅心中，或者佢嘅信心，佢嘅屬靈。冇弱日過日重新，但係呢，因為到呢個2個人頭48節樣講到，因為到我兜人嘅講唔係看呢看到嘅，但係看呢看唔到嘅，因為到攏總看得到嘅都係潛視嘅，看唔到嘅都係永久嘅，嗱，看得到攏總世間呢啲都係潛視嘅，所以要經書講是家啲時間語言係齊齊信心，信心就係自家就盼望在前面看唔到，但係佢要能夠顯出本質家在上帝裡面，沙自家就信心就上帝嘅反應嚟行，所以攏總向自己咪係世間裡行到，可能呢個身體是為弱，本呢個問題不識到，本呢個痛苦不到，但係仰望上帝，呢個心靈日過日佢重新嘅本意透過佢嘅反應。所以是講唔會變灰心，在上帝裡面，因為是講唔係看得到嘅，是講看唔到嘅。嗱，攏總向自己咪問，你是講嚟強烈信心，在耶穌基督裡面，是講能行呢個世間，因為呢世間攏總看得到嘅，唔係自己心腸裡弱，唔係自己嘅肉身也唔弱，是講人類也唔弱，但係是講嘅心靈。這個屬靈日過日嚟日強，透過上帝嘅話，透過聽上帝嘅路線嚟行，日天之間能得勝，阿門。